花莲县议会初一审议112年度县政府建设处追加预算，其中呢部分道路的改善工程因为有争议，议长就用表决的方式来投票，说因为这同意票无过半，有2亿外预算就要抬掉，引起部分的机关和地方乡亲的不满，今早起就去到县议会抗议。 这是花莲县议会初一伫审查县府对甲县境内部分道路改善的工程经费，因为争议真久，最后部分机关要求投票，结果无达到出席半数，所需要17票2亿外预算红摊涂。部分机关不管，也有人当场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预算红山图引起部分机关不满批评，议会主动地方建设，尤其928地动了后，南区花75关都关系民众出入安怎会当无重视，初时再起，带乡民就把抗议。我真的非常生气，我们要牺牲多少孩子？举手很难吗？差你一票我们就过了。我要在最后再说，我们议会里面32席，主席不应该出来决议啊。 他怎么可以投票？花莲县议会随召开记者会，讲迄天审议过程，包括对县府追加预算书内容不足，加相关解释敢有必要性提出澄清，也对发动抗议的机关甲背后动机表达遗憾。表决也不是，不表决也不是啊。如果这个预算有问题啊，请他们送个资料，大家都几乎不尊重议会，一张资料的纸也不肯拿来议会，然后就动用这些议员来对这些议会里面质疑。 议会建设小组召集人贾国雄议员表示，现到年底，这预算无一定会当执行完，加上真侪建设会当伫明年争取中央预算，这钱应该留作地方配合款，较符合民众利益。也毋过付费关系目前已经降到平点。记者综合报道。